有情況係你哋兩母女係需要跪喺度同一個男人去道歉，係一個皇帝，然之後叫人哋下跪，而家係類似啦，Kat，類似啦。呢啲係羞辱嚟㗎咯喎，非常之羞辱。點解我要唔再沉默？就係因為咧，我要站起來。我係做錯咗好多嘢嘅，OK？做錯咗咧就係要因為保住呢個男人嘅名譽面子 ，OK？所以咧我哋就屈服，所以我亦都要叫我個女屈服。所以呢樣嘢我係做錯咗嘅。好，今日咧坐喺我隔離就 Vivian 啦。咁啊，其實都約咗幾次 Vivian 都好想揾一個平台咧，就去公開地咧去講一啲嘢，因為佢發現啦，有啲家事原來係要公開先至可以佢得到一個嘅平反嘅機會啦，同埋可以保障到佢個人同埋個家庭成員嘅。咁啊，Vivian， 我想講你呢結咗婚都20幾年啦，咁啊仔女都18歲啦，咁啊呢段時期就你一直都冇做訪問啊，冇公開講嘢嘅。係，其實我25年啦，多啦，都應該冇接受過任何訪問嘅啦嚇。咁21年嚟咧，結咗婚之後咧，都係非常之少露面啦。呢一個做訪問嘅就免問啊。嗱係啦，咁因為我一路即係同好多人喺出邊睇咧，就你哋都係好恩愛嘅夫妻。咁啊，亦都外間覺得，即係外間覺得，咁直至到今年年頭就有不愉快事件啦，又有警察啦，又有上庭啊咁樣樣。你形容過俾我聽，你係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都係 being tortured， 即係你都係，但係你身體上都有受到影響，身心都受到影響啦。OK，但係我需要即係唔再沉默嘅原因啦，係因為我兩個仔女，主要嚟講，我今日想同你有呢個面談咧，都係因為要保護我兩個小朋友，係尤其是個女啦，尤其是個女，因為就其實咧我聽咗一啲嘅錄音啦，係有你哋夫婦之間嘅錄音啦，有你女同我講嘅一啲嘅口供啦，係。都係好 disturbing 嘅，即係 disturbing，即係令我好困擾嘅。因為我可以唔做呢件事，因為我有冇任何利益。但係點解都要做咧？因為基於要保護一個女性咧，尤其是一個年輕嘅女性。咁呢樣嘢我都係幾 stand for。Of course。我唔明啊，即係我亦都好想問，點解你可以會有情況係你哋兩母女係需要跪喺度同一個男人去道歉，其實你哋犯咗啲咩七出之條？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唔去到呢個位咧，根本上咧嗰啲rage 係唔會dissipate 嘅，即係啲憤怒係可以去到好犀利嘅，好爆嘅。係啦，即係如果我哋唔去做呢啲咁屈服嘅動作咧，根本上咧就會係繼續喺屋企就係受創傷㗎啦。但係而家我講緊個屈服，而家你講到好似係一個皇帝，然之後叫人哋下跪，而家係類似啦 ，Kat， 類似啦。呢啲係羞辱嚟㗎咯喎，非常之羞辱。點解我要唔再沉默？就係因為咧，我要站起來。係咪你細個嘅時候喺屋企，你爸爸都要你跪低道歉㗎？冇，完全冇，冇打都冇打過 ，OK， 係唔會要我哋跪做埋呢啲咁嘅嘢。咁即係話你個結咗婚之後，其實係有另外一套嘅生活模式，可唔可以咁講？變咗一個生活模式，但係我離開咗呢一個婚姻啦，即係1月頭離開咗咧，其實我先至即係感覺到清晰，先至知道原來係錯嘅，即係唔應該跪嘅。我諗錯 is like a very 即係都未夠貼切咯。其實係 it's very disgusting， 即係 what I did 係好難頂嘅，係完全接受唔到嘅。即係你問我係冇可能接受到。如果我老公叫我跪喺度跪低，佢同佢道歉咯，我覺得真係係完全冇做錯事情。年代會係跪玻璃咧？完全冇做錯事情，冇做錯嘢。係即係佢覺得我哋做錯咯。佢覺得我哋做錯，因為你個女話佢唔覺得自己錯，但係佢都要跪。而你亦都會話，唉，跪啦跪啦咁樣樣。因為如果我哋唔做
呢個動作咧，根本上咧係唔會停止屋企嘅暴力